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幫大家介紹呢一套咧係位於東莞石龍嘅華順大渣頭精裝嘅3房吓，全新嘅裝修，一日都未入住噶。依家可以見得到咧，呢個裝修風格咧就比較現代少少嘅，因為屋主咧工作調動嘅原因咧，呢套房咧依家陳已出售吓。今日咧依家就大家參觀翻呢套房嘅間隔。入門口呢個位置呢度咧係做咗一排好長嘅整體嘅鞋櫃，同埋一排嘅收納櫃。呢度咧客餐廳呢個位置咧，仲做咗一排定做嘅酒櫃啦，同埋預留咗個冰箱個位置。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廚房個位置啦，整體嘅櫥櫃都全部已經做好晒噶啦。呢邊咧就仲做咗個電視櫃，下面仲有一個櫃桶啦，可以做收納嘅位置嘅吓。呢間屋嘅收納做得非常之足夠啊！再過嚟再睇翻我哋嗰個主人房咧，主人房咧整體嘅衣櫃全部做好噶啦，一個大衣櫃。再過嚟呢個位置咧，仲係做咗一排收納櫃嘅。目前咧呢套房咧，亦都係呢個小區唯一一套裝修好未入住嘅3房。如果你有興趣喺石龍置業嘅朋友咧，就係咧歡迎後台私信我聯繫我睇房啦。